民众党昨暝举行的这场演讲会是来自一个神秘的嘉宾，就是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肖向仁。伊提这个马英九的3重案来做比喻，讲检方嘛是用同款的手法来抹杀掉马前总统的人格。针对伊是专场唯一一个到场声援的国民党的人士，伊是笑笑来回讲，那安尼呢？毋是讲要在野合作，讲这个。国民党的立委甲议员针对郭文特所卡掉的这个备案，有无同的态度？马英九前总统当年在检方在侦办3中案、泄密案的时候，同样的手法。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肖向仁一开嘴就用马英九的案例做比论，做民众党宣讲的神秘嘉宾登上舞台支持郭文特，也不过这煞变成规场拿赢的为因。您是蓝营唯一过来的支持，真的吗？支持的吗？怎么会这样子呢？我们不是在要合作吗？怎么会叫我过来？伫立法院化工案南北合作，民众党立委嘛早就点名讲谢良介、徐卡心、罗志强、汪峰未有支持，是讲这4人拢总无去现场。来自立法委员徐巧芯，只有让自己活得更好，才是对他们最大的报复。以过来人的身份，我鼓励大家。徐卡心自比是过来人，由黄建营代替念伊的声明。共党立委罗志强嘛伫面册伫发。是讲党中央甲这立委以何违规互相相挺的立场比较起来，主战派市议员这是炮火真强，一直拍拼赢，立场完全无同。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议员能够了解立法院的生态，不是个人的合作、个人的利益，我们寻求的是一个整个在野党监督力量的利益。朱立伦领导国民党，他如何去面对国民党的立委们跟议员们？就本案有不同的态度，外界看不透，也难以理解的这种处境。国民党的议员甲立委共党无共调，到底是要继续跌，还是要甲支持各行各人的路 ？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